来看政治新闻，副总统赖清德进前，甲魔术霍华德做拍宣传影片，邀请外国朋友到总统府带一暝。这个影片一个出来了，因为魔术讲过一句讲，台湾是国家，引起中国网友咧挡袂牢。这个代志要你看，佮登上中国热门搜索榜的第一名。这个魔术早起就回应，伊讲伊毋是政治人物，伊无希望介入任何政治事件，伊是一个自由人，有发言的权利，无拍算要引起任何人无欢喜。赖清德早起是伫台北市甲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伙出席妈祖圣诞的大典，两人是有讲有笑，互动真好，同时佫教台语。一个落车历经小酒问，咱人323妈祖生，副总统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还咧徛斗阵，加上民众大声喊总统好，和蒋万安面的表情歹势一个，不离过几场活动，两人不时伫咧讲细声话，联络感情。祈求妈祖婆会当台湾主笔，台电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今仔日真欢喜，来到松山慈幼宫参加三人礼，所以人讲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所以妈祖在我们松山慈幼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台湾信仰所在地。对着赖副总统的肯定，和蒋万安是笑甲嘴啊里塞塞。虽然无共款的阵营，不过和现场的气氛是真烧热。不过赖清德和另外一个人徛斗阵的时，对和对方是真无欢喜。Since I came to Taiwan, I'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和魔术做翕的宣传影片，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佮去当着中国网友的敏感神经，大家是听甲对心肝。这期魔术伫咧替赖清德宣扬台独，真侪网友拢要来改抵制，有的人爱魔术改回失咧。这个话题嘛，伫咧微博顶是吵个真热。I'm not a politician.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any politics. I am a human, and I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民调，有41.7%民众希望民进党伫咧2024继续执政，不过有一位47.3%民众都无安尼想，无想要插对方网友的感受，赖清德要争取较侪台湾人认同。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